关心我，那安尼，那我是足欢喜的。小青，你杨施主，听讲啊，你讲吼，3天内我哪会当摕1,000两银来，遐借条甲地契，你都要还阮，你还佫会记得袂？哼，我当会记清。听你的口气的意思，敢若亲像你有1,000两银。干若无免那敢来着，给我看。刘大哥，1,000两伫迄只。哈，这，敢讲你有发现啊？杨氏，你真是不打自招。原来要偷摕囡娘的人就是你啊！又别讲，不是我，是杨光啊！而且杨光嘛已经有中古害死。后白讲的人是你，杨光伊并无死。你讲什么？阮大兄无死，怎么有可能？你后白讲，官府嘛派人来验尸，你凭什么讲伊无死？我会安尼讲，自然有我的理由。理由？那呢？你叫我大兄来搞见面，而且我兄弟嘛爱会合啊。你想要见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不是杨氏，杨光就是你。什么？你讲我是杨光？哈哈哈！我明明是杨氏。我甲你讲，你是毛白讲啊！当初是，你想要偷我这的银两，去串通恁大兄杨氏斗相共，想袂到，伊煞甲张记同齐来死。后来是你偷摕厝契，甲迄个印监，无像恁大兄杨氏对无？你哦，当时啊，恁两个都是相生哦。哎呦，再无人咧嫌疑啦。我唔相信。你哪知影这个代志？张记甲我讲的。无可能，张姑已经死啊！好，哪你讲？尤其是什么所甲你讲的？杨氏唔是杨光，我看你的本性就袂歹。只要你会晓改过，过去就已经过去啊。重新做人较要紧。是啦，过去阮阿爸嘛有毋对。杨大哥，只要你将厝价还阮，这1,000两共款是你的啊。你快点去！你以为是代志到这就结束啊？我甲你讲，代志拄拄要开始而啊！师傅，救命！师傅，你想要创啥物？来讲，我叫你过来，你若搁夹一脚步，我就放死。杨光，你安尼做，你敢知影你已经一步一步踏入去因果轮回当中啊？你紧张一点，你即马回头，也阁会负咧。你快点去！恁这两个回收，还爱管闲下事。我来讲，我即马想为死，然后甲做恁参谋大事。到尾啊，蒋家的财产也是我的。哈哈！等下，杨公主，敢讲你也忍心甲我刣死哦？你若愿意对我，我当然要刣。那我当然嘛愿意对你。我就知影，你绝对袂对我安尼心用手啦，对无？小青，你又搁杀生啊？本来人本来就应该死啊。阿弥陀佛。杨施主，即摆一切代志拢已经明白啊。厝去涨价，还阁靠你家己一个人好好来维持。你着利用你那爹所留落来遐银两，加行善报施，才袂辜负你那爹对你一片的心意。原来你这狗是阮阿爸转世，无怪伊就顾伫咧门口唔愿走。早若知影是安尼，我就应该对伊搁较好。对啦，这就是恁阿爹哦，太痴迷咧。或记讲贪嗔痴三毒，这是一般人放袂落、看袂开的啦。无莲兄，你看人遐丢久，为着唔甘遐赔银，投胎转世来做伙只狗。我老小青今世为着无莲兄你安尼对来对去，你若安尼你讲，我顶世人写啥物嘞？阿弥陀佛，
恁无别讲，等好当来去啊。师傅，恁真正要走啊？我足希望你会当加大几工。无法度啦，阮还阁有代志伫的。啊对，你即摆已经是有钱人哦，你敢会甲恁后爸共款？当然是袂啦。虽然我即摆有钱啊，不过我共款是过着即摆的生活，利用遐个银两，搁继续勤俭布施啊。那安尼真好，你家己着好好啊保重，后会有期，我要来去啊。阿弥陀佛。永上师傅。遮济啦。来，食一下物件咧啦。哎，无咧呀，你是毋是真介意出去善终哈？我看你行到倒位就退到倒位，我无离开你的身躯边过。这个善终吼，是古早人留落来宝物呢。我要借伊的力量吼，帮助我早一日找到要去地界的路。这哪有可能啦？你若是讲要去行城，若是有人凊彩问了还阁找着，要毋过你是要地公呢？哈！我来看，踮在人间所有的人啊，无可能有一个人会知影的啦。秀清，我咧想，只要我有信心吼，一定找会到的啦。而且搁再讲，最近我定伫咧梦中吼，梦见着地界的情景呢。我咧想，离地界的路应该无远啊啦。你现是去做民梦咧，民梦是去民梦咧，像恁无目标，你直行，是要行到当时才行会到。唉，秀清，我会记得你早做有耐性的，搁做有信心的，啊，即摆你哪会拢变啊？哦，人这是去关心你嘛，你行了伤忝嘛。哎呀！无啊，你出这是啥物声哈？你这人哪会安尼哈？恁讲话就会使哦，我敢若出一个声尔也袂用的。啊，无好嘛，恁当做无我这个人，安尼唔就好啊？无啊，你是去倒位看我袂顺眼哈？你若一直找我的麻烦哈？我秀清，你对语言师遮尔无礼貌的。啊，好啦，我伫咧遮，原来算讲嫌垫地就对啦。安尼我莫住遮，我来找看有水通啉无？哈，知就好，早就好走啊，要么顶卡顶地。秀清，无恁兄，其实你也看到啊，迄有缘师傅袂输敢若较有冤仇，伊看袂顺眼，我顶多我看伊较袂顺眼呢。归去啦，你要去倒位吼，咱两个就好啊，你甲伊赶走啦，好毋？危险啊！哎呦啊！好啦，袂用的啦。哎呦啊！我笑啊！你这超会想啊！你哪了见上哈？你看白药，伊救打你，你这心酸要体痛啊！我会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你这超会想啊！你哪了见上哈？你看白药，伊救打你，你这心酸要体痛啊！你怎样啊？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人哪会安尼啦？人个狗爷就晓要爱惜家己的性命，无才讲你是人，硬硬要跳入去溪仔底。这世界这么无趣，我留在这世界上还敢有啥物意思？你莫管我，你互我死！这位姑娘，你有想过大白狗？看起来，你敢有受到啥物委屈？这个世界上，哪有啥物代志无用去解决的？何必一定爱行这条路？人讲死对咱解决一切是无？我知影死袂用解决问题，啊，不过我留在这世界上，会造成更加侪问题，你知无？你这是安尼讲？金车啊！金车啊！金车啊！阿娘，金车啊！金车，啊，你哪会走来遮啦？
你想要是媳妇不好，啊，不过为着三郎，我甘愿牺牲我家己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伊无替你收，你搁家收遐尼济，要创啥嘿？好啊，莫搁讲啊！你要认命，阿娘搁无要认命咧。行，阿娘带来去衙门甲伊告，伊心我安尼凶，来，阿娘互你做主，行。小等下，恁看起来敢若有啥物困难伫咧？有需要阮甲你斗相共无？唔免啦，这是阮的家内事。金姐，行，咱来去。唉，真是好心无泪情。哼，小青，唔通黑白讲话。我哪有后白讲啊？是恁好心救伊咧。伊说你讲唔免啦，这是阮兜的家内事。迄意思就是讲恁家婆啦，多管闲事，知嘛？照因迄个情形甲看起来，因好亲像有啥物苦衷伫咧啊？对，我甲你的想法拢总共款。嘿，我咧感觉吼，咱是毋是应该爱对来去才对咧？无啊，你是去食饱去换腰哟，无代志去找代志做。你一个人来安尼哈，咱人甲人中间拢嘛应该爱互相帮助，看到吼。啊无你敢会当讲吼，你一世人拢挂无事牌是毋？你哪咧讲哈？这边哪用挂？迄是因家己唔知好歹的啊。迄你是安那？你是安那？好啊啦，恁两个安尼弯规路的，你甲看，因行的路就是咱小等要行的方向啊。啊无咱家对来去看卖啊咧。对，迄吼，咱对来去看，若有缘吼，一定会见面的。行行，紧日对来去。小青，好，行行。无啊，你是安怎讲几摆哈？阮大爷都讲唔捌你哈，你搁怎乱？我甲你讲哦，免得我怎人讲，我对你无客气。你甲叫你保证无个冰山人出来，我看伊吼敢唔敢认我这个老母？阿娘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三郎他已经变心啊，你不要我这无要紧，伊阿娘嘛无爱啊。好啊啦，莫再做梦啊啦！我甲你讲啊，阮姑爷因兜来一个人尔啦，这来阮老爷招啦。搁再讲，伊以后是阮赵家这个继承人咧，哈哦，恁这嘛是讲看阮姑爷有事啊成就，恁若咧半路唔惊是无？哈！你小心啦！我本来哎，小姐，他脑呢？你是无黑腿哦？无啦，小姐，哦，你都唔知这两个讲啥？一个是姑爷因老母啦，啥物讲是因母啦，啊，甲看袂走，做咩一直乱啦？三郎是你后生？无唔对，三郎就是我的囝，伊今仔日无认我这个阿娘无要紧，这就是伊的母，伊应该嘛爱认你的母啊！你真是三郎的家后，我甲三郎相亲已经3年啊，有1年修行无好，三郎伊讲伊要出去趁钱，结果一去就是3年，完全拢无消息。后来才知影讲，伊即摆已经是赵家庄的顾委啊。好，这件代志我会替恁查会清楚。阿坤，啊，小姐，先带你去好困，好啦，小姐，啊你，照我讲的做。哦，多谢啊！来，两个家入来啦。夫人，你有代志找我？相公，无代志就袂当找你哈。当然会用的，只是我还有一寡笑还袂对咧。迄小心客咧不要紧啦。三郎，我若听当初是看你老实搁认真，唔才甲你招来阮赵家。这我知影。老爷甲小姐的大恩大德，我明三郎唔敢放袂记的。就算讲这世人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。这未来的代志，久久长长，上敢讲。啊，毋过我想要知影你过去的代志。过去的代志，夫人，你的意思是？三郎，我问你，你和阮少进前，我娶过某无？夫人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你回答我的问题啊！无啊，我自细汉，爸母就拢过身去啊，剩我一个无依无我。
若是老爷甲我收留，好啊，你甲我念去。夫人，我是倒位讲唔对去啦？即马人拢找来门头口啊，你搁咧甲我讲白贼，我是目睭亲面看到你这个花园开业的骗子啦！啊，是啥物人找来到门口口啦？你自早娶的某王金钗，还有恁老母啊？啊，金车到哪尔？啊，因真人咧？人，你是真人啊吼？这你，夫人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唔是条底要甲你隐瞒的。我的苦衷，你得相信我。你先听我解释好唔？好，你上好甲解释了清清楚楚，啊那无，等我来了收桌转来，你就免想要住伫遮。袂安尼，夫人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好，甲解释了清清楚楚，啊那无，等我来了收桌转来，你就免想要住伫遮。袂安尼，夫人，咱已经是翁仔某啊，你袂用安尼做啦，我哪会用离开你咧？那安尼，因讲的拢是真的。夫人，你莫走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我娶伊是事实无毋对，但是迄拢是父母之命啊。我真正爱的人是你啦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讲的敢是真的？当然嘛是真的，我若有半句白插落去吼，我随后你讲公事啦。好，安尼，你即马要安怎处理因？因哦，真仔因人伫倒位？我是叫因去茶房休困啦。三郎，我相信你讲的话，啊毋过哦，你要证明互我看。要安怎证明？我是招家的千金小姐，我嘛无可能去甲人讲假翁，讲较坦白的，有伊就无我，有我就无伊。好，我真随来甲因赶走。赶走哪有啥物路用啦？我要爱的是斩草除根。哈？金车啊，啊赵小姐讲叫咱住遮等，咱等一工啊呢，安尼就无看三郎的影子。安尼，赵小姐伊遮尔有心意，一定有办法找到三郎。是到咱一支火啊，就会当团圆啊！哎呦，你这个戆心妇咧，你想得真简单哦。但是安怎，我这个心肝吼，安尼哦，真郁卒啦，感觉好亲像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哦。安尼啊，这一定是因为你受到欢喜啊，毋才安尼。敢安尼？也毋过吼，你看啊，规日拢无人来啦。嘿，感觉好像咱两个人哦，互人关住遮哦。安尼啊，可能是因为你踮遮坐辛苦啊，无我陪你出来行行咧，好无？要出去行行了，好啊。啊，两位毋知要倒去吼？这位大哥，阮阿娘伊感觉心肝头走走，想要出去行行咧。是啦。哦，莫怪啦，等遮尔久吼，心肝头一定会扎扎。是讲不要紧啦，你马上就应该走来啦。伊意思是讲，恁找着阮三郎啊？阮前来就有这个人呢。无喏，啊赵小姐答应讲要替阮找三郎，啊你即摆哪会讲无这个人？有啦，阮小姐就派人四处去探听，啊，确实就无这个人。何况明三郎共名共姓人遮尔济啊。那么，你互阮搁记恁小姐一面好无？免啦，对啦，阮小姐有交代过伊。哦，这银两哦，你摕转去啦，等下怎下去过生活啦，吼。无喏，我就明明听人讲，阮囝来咧招家，咧做小鬼，后来搁互因招咧。我知影啦，一定吼阮囝三郎啊变心啦，变心啦。我坦白甲你讲，不要紧啦。阮姑爷叫明三郎无毋对，但是伊毋是恁囝啦。无你叫伊出来见阮一面。将你变好。
啊，为了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啊，为了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远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香袂味，嘛着做一个。